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心內充滿希望，要有希望。羅馬書15章13節，但願予人有盼望的上帝，因信將足般的喜樂、平安充滿恁的心，予恁照着聖靈的靈力，大有盼望。有4支蠟燭慢慢的咧燒着。第1支蠟燭講：我叫做和平，但現在已經無人要我來照了。講完和平的燭光慢慢的變綠，最後熄了。第2支蠟燭講：我名叫做信心，但現在我已經變得愈來愈無重要了。講完信心的燭光也慢慢衰落，最後終於熄了。第3支蠟燭難過的講：我叫做愛，而我已經無有氣力繼續燒落去。人攏將我忽略了，也無了解我的重要，因甚至袂記了去愛最親近的人。過了無偌久，愛也就完全熄滅了。忽然有一個細漢查甫囡仔走入房內，發現到3支蠟燭攏熄了，伊難過地哭起來。恁怎樣攏無閣咧燒了呢？恁應該照光阮直到最後啊！這時陣，第4支蠟燭溫柔地對查甫囡仔講：毋免驚，我叫希望。只要我閣咧燒着，阮就會通閣一擺點到其他3支蠟燭。查甫囡仔的目睭內閃着光芒，舉起希望的蠟燭，點光了其他3支蠟燭。弟兄姊妹，永遠毋通予希望的燭光對咱的生命中消失。只要有希望，無管代志偌糟，和平、信心、甲愛，便會照光咱的生命。咱三甲來祈禱，親愛的天父，感謝你偉大的愛，將阮對罪惡中救贖出來。求你加添阮信心，予阮完全信靠順服你的旨意，賜予阮愛心甲和平的心，會通愛人親像家己，甲人建立美好的關係。求你希望的光一直地照亮阮的心，予阮佇信仰上堅強堅持到生命的最後。阮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們。